情。你要学就苦就难的精神，就得先受苦受难。5点世界原本就不是属于你，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要抛弃的是一切的执着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但非我所属。6点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，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，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1点，人之所以痛苦，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2点，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，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，因为你自己的内心你放不下。3点，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4点，你永远要宽恕众生，无论他有多坏，甚至他伤害过你，你一定要放下。3，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5点，当你快乐时，你要想这快乐不是永恒的；当你痛苦时，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的。6点，今日的执着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7点，你可以有爱，但不要执着，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8点，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9点，你什么时候放下，什么时候就没有烦恼。10点，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。1点，狂妄的人有救，自卑的人没有救。认识自己，降服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别人。2点，你不要一直不满人家，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不满人家是苦了你自己。3点，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，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4点，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，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5点，毁灭人只要一句话，培植你的人却要1000句话，请你多口下留情。6点，根本不必回头去看咒你的人是谁。如果有一条疯狗咬你一口，难道你也咬它下去，反咬它一口吗？7点，永远不要浪费你的1分1秒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8点，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，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，别人就容易接受。9点，同样的瓶子，你为什么要装毒药呢？同样的心，你为什么要充满着烦恼呢？20点，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，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，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当有一天你深入了解后，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21点，活着一天就是有福气，就该珍惜。当我哭泣我没有鞋子穿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22点，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
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，你懂吗？23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24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，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，乃至于珍惜生命。不了解生命的人，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种惩罚。25点情执是苦恼的原因，放下情执，你才能得到自在。26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，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27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，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